还有，你到 B 站里面看那个你看手艺他那个白平衡在哪球上？白平衡。还是一个这个键里面，先拍那个嘛，然后就开跳过来。这网络不好。还是要换个镜头。我都用了200了。我都用了200。用200了。用到2倍了。50的2倍。50的2倍，我看100了。这是你50.10吧？老很大了。变焦最好，没得必要追求大光圈。这种晚上直接上7200，清200，反正不远不近。70更好。算嘛，50的话，我还要200。差不多。解决的都有货，解决的都有货。你是连续对焦。啊？连续对焦嘛。对焦，你先不按那种，看一下再把连续对焦去掉。不用，必须用连续对焦。感觉以后它，你镜头是开了自动的吗？镜头啊，开自动吗？没开。那个它有个这种自动。对。你怎么又是卧底警察？听错了呢？为什么叫卧底警察？这有些屁的。你用那个直接用auto档嘛？这个嘛？对啊，你摄像器不存在，跟档位没关系。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说一下，看看吧。都行。你找那个 B 站不是有上面有那个相机的详细跟你说的吗？那个太多了，我懒得去学，太多了。你是 HM4 吗？啊 ，HM4。HM4 它内置有一个美颜的功能，就只有 HM4 才有，内置的就直接出片的时候就已经美颜了。曝光、补光、遮光、闪光，白平衡的这样。你现在这个是照片上面调不了。用的哪个？可以存3个档位。M 嘛？M 是手动挡，你开 A 档嘛 ？A 档也行。哦，A 档有点亮。
少人呢？网络又卡了，哎呦！同时在卡。太伤心了。开始啊！
喜欢吗？跳吧。放纵